一份心願，給走投無路的病人與他們的摯愛。朋友，你試過嗎？深夜裏陪住家人看了一個又一個醫生，手裏捏住一疊厚厚的檢查報告，每張都寫住未見異常，可他明明還在痛。你看住他輾轉反側，眉頭深鎖，連一句哪裏不舒服都不敢再問，因為你怕聽到的答案還是那句不知道，更別說那些癌症病人了。花了大半輩子積蓄，只求換來一晚安睡，一個不痛的清晨。可是止痛藥越吃越多，眼裏的光卻越來越暗。而你們站在病床邊的家人，才是真正被壓得最痛的人。你想哭，卻怕他比你更難過。你想越沒事的，可連自己都不信。你每天強顏歡笑，轉身躲進茶水間，才敢無聲落淚。你甚至無數次在心裏喊：老天爺，求你把病轉到我身上吧，我來替他痛。這種煎熬越出來，怕人覺得矯情，不說又像石頭壓在心口。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你們的痛？正因為我見過太多這樣的家庭，聽過太多無聲的哭泣，也深深感受到祖師爺那份不忍眾生受苦的慈悲。所以在我能力範圍內，只要時間能配合，我一定會回覆你，盡力幫上一把。請你記住，我只幫兩種人。第一種，西醫專科，所有檢查都做盡了，依然找不到任何原因的奇難雜症。第二種，已經確診癌症，被疼痛折磨到只求能無痛活下去的病人。至於普通傷風感冒、頭痛腹瀉，請你好好去看醫生，把機會留給真正絕望的人。我不過是個凡人，沒有神通，只有一份誠心。但讓你或你的摯愛真的已經走到懸崖邊上，試過的所有路都是死胡同，而那個默默扛住一切的家人都快撐不住了。那麼請你帶住病歷，帶住淚痕，帶住那顆幾乎碎掉的心來找我。我不敢許諾期，但我會用盡我所學，陪你走一段最黑的路。願每一個受苦的靈魂都被溫柔接住，願每一個強顏歡笑的家人終於可以放聲大哭。祖師爺慈悲，把這份緣留給真正需要的人。